班禅大师视察四川省藏语佛教学院，按照教规，向院内大殿中供奉的释迦牟尼佛祖磕头叩拜。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党的宗教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。在人民政府的资助下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毁坏的喇嘛寺逐渐得到了修复。康北著名寺庙甘孜寺大殿今天新逢修复竣工，班禅大师为大殿落成剪彩开光。给僧侣和信教群众灌顶，有10多万信教群众聆听了大师的讲经和摸顶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县时，葛达活佛积极支援红军北上抗日，曾任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副主席。班禅谈到到位以内呀，谁就用的谁就拿了单呢3年拿了就取消了就到处用的，土土厂嘛拿了也不去单，你妈的毕竟呢也年岁也忙不着的，那些我土土厂嘛都拿家了呢，这大不这我呢。辩心是喇嘛取得佛教学位的一种答辩考试形式。站着拍手的是提问者，盘腿坐着的是答辩者，旁听的任何一个喇嘛都可以提问。今天大金寺